士記第11章第1至40節。一基列人耶弗他是個大能的勇士，是妓女的兒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。二基列的妻也生了幾個兒子，他妻所生的兒子長大了，就趕逐耶弗他說：你不可在我們父家承受產業，因為你是妓女的兒子。三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，去住在陀伯地，有些匪徒到他那裏聚集，與他一同出入。四過了些日子，亞捫人攻打以色列。五亞捫人攻打以色列的時候，基列的長老到陀伯地去，要叫耶弗他回來。六對耶弗他說：請你來作我們的元帥，我們好與亞捫人爭戰。七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長老說：從前你們不是恨我，趕逐我出離父家麼？現在你們遭遇急難，為何到我這裏來呢？八基列的長老回答耶弗他說：現在我們到你這裏來，是要你同我們去與亞捫人爭戰，你可以作基列一切居民的領袖。九耶弗他對基列的長老說：你們叫我回去與亞捫人爭戰，耶和華把他交給我，我可以作你們的領袖麼？十基列的長老回答耶弗他說：有耶和華在你我中間作見證，我們必定照你的話行。11於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長老回去，百姓就立耶弗他作領袖，作元帥。耶弗他在米斯巴將自己的一切話陳明在耶和華面前。12耶弗他打發使者去見亞捫人的王，說：你與我有什麼相干，竟來到我國中攻打我呢？13亞捫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說：因為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的時候，佔據我的地，從亞嫩河到雅博河，直到約旦河，現在你要好好的將這地歸還吧。14耶弗他又打發使者去見亞捫人的王。15對他說：耶弗他如此說，以色列人並沒有佔據摩押地和亞捫人的地。16以色列人從埃及上來，乃是經過曠野到紅海，來到加低斯。17就打發使者去見以東王，說：求你容我從你的地經過。以東王卻不應允。又照樣打發使者去見摩押王，他也不允准。以色列人就住在加低斯。18他們又經過曠野，繞着以東和摩押地，從摩押地的東邊過來，在亞嫩河邊安營，並沒有入摩押的境內，因為亞嫩河是摩押的邊界。19以色列人打發使者去見亞摩利王西宏，就是希實本的王，對他說：求你容我們從你的地經過，往我們自己的地方去。20西宏卻不信服以色列人，不容他們經過他的境界，乃招聚他的眾民，在雅雜安營，與以色列人爭戰。21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將西宏和他的眾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，以色列人就擊殺他們，得了亞摩利人的全地。22從亞嫩河到雅博河，從曠野直到約旦河。23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趕出亞摩利人，你竟要得他們的地麼？24你的神基抹所賜你的地，你不是得為業麼？耶和華我們的神在我們面前所趕出的人，我們就得他的地。25難道你比摩押王西撥的兒子巴勒還強麼？他曾與以色列人爭競，或是與他們爭戰麼？26以色列人住希實本和屬希實本的鄉村，亞羅尼和屬亞羅尼的鄉村，並沿亞嫩河的一切城邑，已經有300年了。在這300年之內，你們為什麼沒有取回這些地方呢？27原來我沒有得罪你，你卻攻打我，惡待我。願審判人的耶和華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亞捫人中間判斷是非。28但亞捫人的王不肯聽耶弗他打發人說的話。29耶和華的靈降在耶弗他身上，他就經過基列和瑪拿西，來到基列的米斯巴，又從米斯巴來到亞捫人那裏。30耶弗他就向耶和華許願，說：你若將亞捫人交在我手中。31我從亞捫人那裏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，無論什麼人先從我家門出來迎接我，就必歸你，我也必將他獻上為燔祭。32於是耶弗他往亞捫人那裏去，與他們爭戰，耶和華將他們交在他手中。33他就大大殺敗他們，從亞羅尼到米匿，直到亞備勒基拉明，攻取了20座城，這樣亞捫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。34耶弗他回米斯巴，到了自己的家，不料他女兒拿着鼓跳舞出來迎接他，是他獨生的此外無兒無女。35耶弗他看見他，就撕裂衣服，說：哀哉，我的女兒啊，你使我甚是受苦，叫我作難了，因為我已經向耶和華開口許願，不能挽回。36他女兒回答說：父啊，你嘅向耶和華開口，就當照你口中所說的向我行，因耶和華已經在仇敵亞捫人身上為你報仇。37又對父親說：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個月，與同伴在山上，好哀哭我終為處女。38耶弗他說：你去吧，就容他去2個月，他便和同伴去了，在山上為他終為處女哀哭。39 2月已滿，他回到父親那裏，父親就照所許的願向他行了，女兒終身沒有親近男子。40此後以色列中有個規矩，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兒哀哭4天。